歡迎光臨軍事快訊90秒，今日繼續講委內瑞拉嘅斬首行動。好啦，咁我知道戰鬥開始嗰時咧，係講1月3號嘅凌晨嘅1點50分，霎時間成個加拉斯加成個城市首都係冇晒電力，因為俾美軍定點攻擊咗。然之後由 F-22同埋 F-35為準嘅一個對地攻擊，首先佢哋用 F-18E 令到所有嘅雷達失效同埋暈低，然之後由各 F-35到 F-22對地進行攻擊，所有嘅雷達站被剷平，超過咗12套嘅海甲21同埋4套嘅 S-300防空導彈被炸冧，然之後未完喎。超過150架嘅戰鬥機喺天空度飛，造成好大嘅噪音。而真正嘅進攻部隊係精華嘅 Chicano 47，另外幾架黑鷹同埋小鳥進入咗一個目標範圍，就係 Tuna 嗰個軍事基地，亦即係馬杜羅嘅藏身之地。然之後因為太多飛機，令到人哋冇留意咗直升機，直升機快速下降之後，用咗5到28分鐘就捉到馬特羅，然之後將佢捉完之後送翻上去直升機，再飛去個特定地點，由魚鷹 F-22將佢再送去美國嘅登陸艦，然之後運翻去美國，簡直係軍事行動中嘅經典啊！斬首行動。